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上帝你的厅内面，阮诚做一家人，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通伫下面的一段时间，透过主你真理的圣神伫阮内面的运行，伫阮内面的光照，对阮的引带，互阮会通拿深来晓悟主你对阮所启示的真理，也伫主你的真理的内面，阮得到真实的平安，阮得到真实的安息，阮嘛得到对你遐来的快乐，互阮会通活出阮所晓悟的真理。愿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我本身是伫即个咱的台湾上界南部，就是屏东的庄脚大汉的一个囡仔。我记得伫细汉的时阵，若行伫路林，常常拢会看见伫路林拢有电报条，伫电报条的顶面拢会打一寡字。我今仔日来到伫咱的教会附近，嘛看到有电报条，顶悬嘛有打字，毋知咱有注意到无？无注意，那等下转去，当去看卖啊。这个字可能叫做警语啦，吼，就是要甲咱即个，互咱警醒的一寡话。这个警语可能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迄个是一个提醒的作用。总是若对无信的人来讲，有可能因看到遐个话，因会感觉无介爽快。遐个话包括讲神爱世人，天国近了。信耶稣得永生，等等遮。伫咱教会大迄个叫做耶稣创造万物。咱也有时间，咱家己来看卖。总是因为即马咱的政府开始尽力要互即个电报条消息，互伊地下化、电缆地下化。所以即马咱伫路林大概无啥会当搁再看见有遐尼侪电报条搭遐尼侪话伫顶悬。过去我牧会教会内面有一位慕道友。即个慕道友伊甲我分享讲伊会来信主的原因。我听到嘛，感觉讲真着惊，也是感觉讲真有意思。是安怎？因为伊讲伊会来信主，是因为伊细汉的时阵，就是行路伫路呢，看见电报条的遐个话，遐个基督教的即个有心人士所搭的遐个话，因就感觉讲真受感动。后来50几岁要60岁的时阵，因为身躯产生一寡毛病，有各样，所以伊才有决心要来信耶稣。当然，迄个是特殊案例，当时这嘛代表讲，遐个文字实际上嘛有伊的功能伫咧。这嘛咧甲咱讲，特别今仔日是咱的即个文字团队纪念主日，所以有当时阵文字无声，总是有时阵会比迄个。讲话的迄个声无声胜过有声。文字的迄个传送，有时阵会比言语的报传更较有气力。当时我想，对大多数的即个无信的人来讲，当伊看见遐文字，也是会心内感觉讲小可不舒服。甚至有个人伫网络，我看见有安尼的即个笑话，讲有一个阿伯骑车伫路呢，结果无说字去弄到电报条。受伤，后来警察就来处理。警察咧甲即个处理的即个过程中间，即个阿伯伫甲警察讲：好佳哉，好佳哉，因为伊弄的电报条第一支，毋是迄个后壁迄个第二支。讲这敢有差？伊讲有哦，差介济。因为第一支顶完大叫做阿弥陀佛，第二支大讲天国近了。所以第一支意思就是讲好佳哉，无弄死。咱会当安尼做理解。第二支天国近了，意思就是讲阮死的。第二还是因为咱来用即款的角度，也是讲方式去理解啥物叫做天国。可能咱就是甲天国看做是一个人死了后所要去的一个场所、一个所在。即款的定义，咱毋是讲伊毋对，总是咱爱讲伊是无介完全，因为天国的定义。天国的意涵是比即款的意思、比即款的定义更较丰富。毋知咱知影有一个即个报道个人报道的方式叫做三元福音背进布道法，这个三福。我拄对新人院毕业的时阵嘛有去受即个三福导师的训练。
即款报道的方式内面，伊会先用2个问题来诚做开场白，诚做诊断一个人伊生命问题的方式。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假使你今仔日永远若离开世间，照你目前的信仰，照你的思想，你是毋是会通肯定你会通上天国、上天堂？这个是头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假使即个你今仔日永远离开世间，去到伫上帝遐，上帝甲你问讲，你有啥物资格通去互我入来我的天国的时阵，你要安怎样来回答上帝？其实问即个第一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要爱知影讲，即个人伊是毋是有迄个永活的确据，有没有永生的确据？伊是毋是有清楚家己死了后要去倒位？问第二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要爱对方讲出讲，伊认为伊会通得到永活的方式是啥物，然后才照伊的答案去分析、去对症下药。我想伫遮咱先无讨论讲啥物人较有资格通入天堂，嘛无要讨论讲入天堂的方式是啥物。咱要对即2个问题内面看见，因有相款的一个前提甲假设。就是讲，天堂是每一个人，特别是咱的即个信主得救的基督徒死了后要去的所在。那咱用一款较狭义的定义来甲看，咱嘛爱问，毋知咱所想象的天堂是啥物款？可能有人想象的天堂，就是指伫天顶的某一个所在、某一个空间。迄个空间、迄个所在是一个真水、真光明、真灿烂。的一个所在，好亲像启示录所记载，讲一切你所看会到的遐个物件，拢是用世间上界高级上界高贵的材料所起造。佮加上咱过去可能捌听过、捌看过一寡人，伊可能有迄个濒死经验，伊死了后，佮对死搁活，即个人讲因有去过天堂，因有甲因的见证写落来。即个人大概拢会讲，伫天堂看到的。拢是即个黄金啦、玄鸟啦、玛瑙啦、翡翠啦，等等遮。天堂就好亲像是一个黄金街碧玉城黄金街碧玉城，这个情景，互咱感觉讲真向往真欣羡。有一出电影叫做《来自天堂的奇迹》即个电影伊咧描述讲一个破病的即个小女孩。当伊无说是跋入去伫一个树坑的时阵，伊魂迷不醒。后来伊的灵魂就受提到伫天堂去。总是伊所看到的迄个情景，好亲像是一个足水的即个森林内底，有足济的即个蝴蝶伫安尼咧飞。我想这个是另外一款对天堂的描述。弟兄姊妹，请问咱对伫咱的心内对天堂的即个。咱所期待的天堂是啥物款？咱所向往的迄个天堂是啥物款？照圣经的记载，天堂毋无时间的限制，嘛无有即个日时暝时的迄款的分别。天堂袂输那7-11共款，拢袂时灯的，拢袂大阳的，拢无黑暗的。搁天堂内面嘛无有隔窗，好亲像逐个人嘛拢毋免食头路，逐个拢伫遐佚佗。无有一个兄弟，伊安尼甲我讲，伊讲牧师，迄若是真正天堂生做即款的，安尼我宁可莫去。伊讲伊宁可伫世间来努力为主做工，见证主的名，做一个会通应神益人的一个人。伊无想要伫天堂做英英美代子。即款的讲法实在是听了咱嘛感觉讲真感动。即款的观念嘛拄好是圣经。所要甲咱讲的，今仔日个经文，咱看见马太福音的作者，伊嘛咧谈论天国。总是当伊讲到天国的详时，嘛提到行洗的约翰。咱即摆新的翻译本叫做施洗者约翰啊。总是我会讲行洗的约翰，因为咱较熟悉，咱较习惯用即款的讲法。伊有讲到行洗的约翰，嘛有讲到主耶稣对行洗的约翰的评价。我想咱要对这个人物。事件的中间去思考，啥物叫做天国？我想今仔日咱透过今仔日的经文，嘛要搁进一步来思考
天国对咱的意义是甚物？佮咱爱用甚物款的态度来回应即款的天国？啊，用属天的角度来画出天国的即个价值观。今日即个经文咧，甲咱讲起当加西约翰受关监的时阵，伊有听见有关耶稣所做的代志，所以伊就派人去甲耶稣问讲：你就是特别来的迄位，还是阮着听候别人？可能咱会想要问，到底加西约翰伊是听到耶稣的倒一寡风声？其实伊听到的嘛拄啊好是耶稣要爱迄个受册来问讲耶稣的迄个人，伊转去要甲加西约翰讲的话，就是甚物？就是失明的人佮看见，骹歹的人行路，麻风病人清气，耳孔袂听见的人听见，死人佮活，散车人有好消息传互因。而且耶稣伊是要甲加西约翰讲伊就是迄个特别来的弥赛亚。所以伊爱加西约翰放心，因为伊对耶稣所做的见证，迄个是正确的。所以这嘛间接的咧甲加西约翰讲你就是迄个旧约的先知所预言的迄一位，要来为着弥赛亚铺路的迄个。总是佮煞接，咱会发现耶稣所讲的话即个咱会对伊的话所讲的遐话产生一寡疑问。因为主耶稣对众人讲，妇人人所生的无一个比施洗者约翰伟大。毋过伫天国上弥赛的要比伊搁较伟大。这啥物意思？这是耶稣对加西约翰的评价。是安那耶稣要安尼讲？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检查就爱先甲天国的这个意思摸糊清楚，安尼咱才会明白是安那耶稣伫遮要安尼来表达。咱知影当加西约翰出来服侍的时阵，伊常常讲的一句话，可能看到人就讲，倒一句话，迄可能咱第8条嘛定看见，讲恁着悔改，因为天国近啦。这是伊常常口头禅，伊讲倒拢讲即篇的。所以伫遮讲的即个天国，就是咧指即个新约时代稳定的时代。基督降生所带来的迄个国，即款的国若用英语来表达，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意思就是讲天国已经来，毋过还未完全实现。所以主要所讲，妇人所生的无一个比施洗者约翰较伟大。即句话意思要表达的，就是讲旧约时代的人，包括旧约的遐个士师、遐个先知。祭司等等遮个，无一个比加西约翰搁较大。另外，伊讲伫天国上弥赛要比伊搁较伟大。即句话要表达的，就是讲，伫新约时代的遮个信徒，连上细汉的、上至弥赛的一个所领受、所享受的恩典，拢超过加西约翰所会通领受甲享受的。是安怎？即句话真重要。因为加西约翰伊毋是新约的先知，伊是属伫旧约时代中最后一个先知。咱知弥赛亚的即个救恩历史通分做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旧约时代，即个预告宣告弥赛亚伊要来临的即个代志。第二个阶段就是弥赛亚已经来，就是耶稣伊道成肉体来到世间做人。当主耶稣伊对死搁活了后上天，弥赛亚的救恩历史就对第2阶段刷到第3阶段。第3阶段就是甚物？弥赛亚的再临。弥赛亚的再临，就是耶稣会搁再来。所以请问咱即马第几阶段？咱即马第2阶段要迈向第3阶段。第3阶段当时会来，无人知，所以咱嘛毋免问，因为咱着。即个逐工警醒听候安尼就好。佮倒来拄则所讲的，加西约翰即个先知，伊是徛伫个旧约时代的结束，甲新约时代的开始的一个交叉点。伊毋是新约时代的人，伊是迄个伫旧约时代中宣告新约时代要来临的迄个宣告者。所以咱嘛会通安尼来理解，就是伊是耶稣传耶稣的故事。耶稣传这个故事的最佳男配角，伊毋是最佳男主角。
伊是衬托红花的绿叶，伊毋是迄个红花的本身。啊，伊本身嘛是即个伴带，伊毋是新郎。当新郎就是耶稣来了后，才正式进入伫即个新约稳定的时代。所以，惊死约翰伊家己伫约翰福音3章28节到29节真清楚安尼讲，伊讲我毋是基督，不过是受派做伊的先锋。即个代志，恁本身是我的见证人。娶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徛伫边仔，一个听见新郎的声就非常欢喜，所以我会欢喜满满。对遮咱知影讲，惊死约翰伫世间上界主要的任务甲工作，就是互人避烦心，佮宣告天国得要来的即个代志。啊，所以当耶稣来了后，就是伊退场的时阵，耶稣进场，伊就退场。啊，这是一新约时代降临的时，更加是天国真正降临的时。所以，若照即个脉络来看，即个第12节，咱就会通对即个经文有更较正确的理解。因为第12节其实毋是介好理解的一个经文。咱若去对照咱的中文的圣经，无论是和合本的圣经，还是咱即马所咧用的即个台语现代台语译本的圣经，还是即个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咱会发现伊的翻译拢无介相像，特别是即个和合本的圣经。和合本的圣经讲，对惊死约翰的时到呾，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这是和合本的。现代台语译本就是讲，对施洗者约翰的日到现在，天国一直受强烈的攻击，凶猛的人用暴力甲伊抢去。这是这个现代台语译本。现在中文译本伊讲吼，对施洗者从施洗者约翰开始传道到今天，天国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夺取他，这是咧讲啥物？其实这经文有两个意思啦。头一个意思就是讲，天国伊是不断遭受到强烈的攻击、强暴，还是讲凶恶、邪恶的人想要来甲伊夺走，这叫做天国。表示讲有足侪强暴、凶恶运用暴力的人，比如讲当时的遐希律。也是罗马皇帝等等这人不断地攻击、咧迫害基督徒、迫害上帝的国度。总是主耶稣又特别强调，就算这人伊不安好心、不怀好意，对即个攻击上帝的国度，总是天国绝对袂因为因做这代志，就来受拍倒。好亲像初代教父特土良伊所讲的迄句话。伊讲顺道者的话是教会的宗旨。啥物叫做顺道者？顺道者就是为着固守真理、固守信仰来遭受迫害甚至受害的人。特土良用即句话咧甲咱讲起，若有搁较侪人为着即个福音、为着信仰的缘故受迫害，甚至牺牲因的性命的时，那呢教会袂因为安尼，就来消失，就来衰微。就来消灭，反倒等会变了搁较壮大，搁较有活力。即个伫地球上讲足吊诡的代志。总是这是一件伫人类历史顶面不断地受证实的一项事。那伫迫害的内面，教会哪兴起，教会哪兴旺。不过若是哪平和哪平安哪好势时，教会煞哪衰微。另外一方面，咱嘛会发现讲，会通进入天国的人，并毋是遐个家己认为真勇壮、真健康、真有力的人，反倒当是遐个软弱、无助、破病的人。所以有人捌咧讲世间有倒位的人，伊会家己讲家己是有冤屈，家己有冤枉。讲受关监的人，大家也嘛讲伊无辜的，讲伊拢是冤枉的。倒位的人，伊才会家己讲家己有罪。讲遐人拢伫咱中间，拢伫教会内面。教会大家人讲我是罪人，是安那基督徒大家人拢要讲我罪人，因为基督徒真清楚知啥物，家己是何等的污秽、垃圾，家己的所行所讲，我呢得罪上帝。
啊，像是基督徒嘛，承认家己对家己所犯的迄个罪会无能为力。也因为安尼，基督徒知，咱来倚靠上帝，信福音，安尼才会通对罪的内面来得到透放，来得到生命的拯救。啊，这嘛是安那主耶稣伊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讲劳苦背重担的人，就来我遮，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所以对遮咱更较清楚知影，通往天国的迄条路，毋是一条康庄大道、好行大条的路，毋是，反倒当是一条细条、弯弯即个弯弯翘翘的一条矮细的路。通往天国的道路，嘛毋是一条真简单、真好行、真顺利的路，是一条充满危险、充满挑战、充满真侪困难的道路。所以行伫迄中间，咱的确会遭受真侪的艰难。彼得前书5章8节嘛咧甲咱讲，恁的对敌魔鬼亲像伫吼的狮，四界行伫找通吞食的人。啊，所以啥物人是通吞食的人？就是遐个掠准家己是足好的人，自以为意，也是讲自我感觉良好，伊毋肯来就近耶稣。毋肯倚靠耶稣救赎的恩典，较无真理，无愿意互圣神来修正甲调整的人，因会伫魔鬼强烈的攻击的下面来失败。那安尼，咱搁倒边过来想，倒边过来问，倒一寡人伊才会通抵挡魔鬼的攻击？就是遐个愿意承认家己有罪，搁对家己所犯的罪感觉无能为力的人，因是愿意谦卑。来接受圣神的帮衬，进入到基督安息的人，因虽然会面对迫害，总是因为上帝恩典的介入，所以就算拄到大的迫害、患难、攻击，因嘛袂放弃因的信仰，反倒当会一心一意来跟对耶稣，永无回头，永无后悔。因为兄弟姊妹，毋知咱是倒一款人，检测咱现今咱。拄好咧遭遇到魔鬼强烈的攻击、控告，还是欺骗。检测咱即马拄到身躯边的人对咱无情的拒绝、排斥、抵挡、伤害等等遮的，也就是咱即马拄当踮伫一个足无友善的一个大环境的内面。请问咱伫即款的光景的内面，是要继续倚靠家己的气力去做无所谓的抵挡、无谓的抵抗，还是咱？愿意谦卑来到伫上帝面前，承认咱的软弱，倚靠上帝恩典，进入基督的安息。检测咱会问，要安怎做才会通真正来入到伫基督的安息？其实要进入到基督的安息，就是等于是进入到天国。咱知影圣经讲的天国，有时阵毋是咧指某一个情景，也是讲某一个特定的一个场所。是咧指一个由上帝全然掌权的国度，伫遐有上帝的权柄，正做伊统管万有的一个上界悬的权威。伫遐是用上帝的义来正做伊治理伊的百姓的原则，这叫做天国。换一句话来讲，换一个角度来看，啥物叫做撒旦的国？就是用撒旦的权柄，正做伊治理的上界悬的权威。用罪来正做伊治理即个国度的原则。最简单来讲，倒位是天国？就是一个全然由上帝所掌权的一个所在。所以若是安尼，我需要进一步来问：教会敢是天国？理论上来讲是啦吼，理论上，实际上诶。实际上，阁有真大的进步空间，因为咱拢是受恩的罪人。虽然咱原则上是顶头先得到救的基督徒，咱拢讲咱家己是因信称义的义人，总是真侪时阵，咱可能干那只有即个义人的地位，总是无有迄个正做义人的实际的生活。意思来讲，咱的生命还阁有真侪所在需要互圣神来甲咱修正，来甲咱调整的。虽然主耶稣甲咱讲，恁着完全，亲像恁的爸会完全，总是咱拢足清楚知影。无论咱用偌济时间、开偌济精神，
咱敢有法度含天父共款完全？袂。主耶稣嘛甲咱讲，恁爱学我，学我的款式。耶稣叫咱学伊的款式。总是问题是，无论咱用偌济时间，开偌济精神，咱敢有可能学甲耶稣一模一样？嘛无可能。总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嘛拄啊好，因为无可能，所以咱需要逐工不断努力，互家己会通活出义人，活出基督门徒所应该有的迄款的生命。检采咱嘛有听过一款的讲法，讲有上帝同在的所在，就是天堂，对无？咱有听过一句话嘛？有上帝同在的所在，就是天堂。当然，咱知影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甲咱同在的主。问题是，咱是毋是有邀请即个主伫咱的生命中全然来掌权？伫咱的日常生活内面，是毋是有尽力来活出迄个尊主最大的生活？伫基督的内面，咱是毋是有真正来成就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若是有，感谢主；啊，总是若无，咱嘛求主怜悯帮赞，互咱会通对答了后，真正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全然来掌权。啊，咱嘛愿意接受上帝透过圣神对咱的光照、对咱的提醒、对咱的修正、对咱的调整，互咱的生命会通成做迄个会当结果子的生命，互咱的生命是会通成做会通应神益人的一个生命。搁煞遮咱搁转来第12节，我头讲即个经文伊有2个解说，第2个解说就是讲，对行即个犯的时到当天国伊。拄啊，咧继续来受扩展，正在强力的扩张当中，所以努力的人就会通得到伊。马太福音的作者伊要甲当时的信徒安尼讲，讲千万毋通因为罗马政府对恁的迫害、对恁的即个恐吓、对恁的威胁，啊，恁就来放杀信仰。恁爱继续持守，继续信靠，千万毋通拄着危险、拄着问题、拄着挑战。拄着苦难，恁就来放弃。弟兄姊妹，咱爱知影讲，其实咱若要起造一个人的信仰，爱开费真济的时间精神。总是咱要毁坏一个人的信仰，迄个是较简单，还是较困难？相对的足简单，只要几句话、几分钟、几项代志，迄个人的信仰可能规个就崩盘去。所以这个。咧带咱去思考2个问题。头一个就是讲，到底是甚物人在毁坏人的信仰？可能咱会讲魔鬼啦，迄魔鬼咧毁坏人的信仰，魔鬼入心。毋对，魔鬼会毁坏人的信心，因为约翰福音10章10节咧甲因讲，出来一定是要偷掠、要偷摕、要毁坏。这个是圣经甲咱讲。总是其实搁较济时阵，毁坏。毁坏即个信仰的，有可能毋是别人，毋是魔鬼，是咱家己本身。因为咱有可能平常时伫无张持的中间，就讲出互咱身躯边的人跋倒的话，做出互咱身躯边的人感觉伤心、失望、受气的事。啊，致使到遮个人因为咱来跋倒，无法度来信靠咱所传的耶稣。举一个例来讲。教会欢迎什么款人来教会聚会？可能咱会讲，教会无论什么人，咱拢欢迎，敢毋是？基督徒咱也欢迎，啊非基督徒咧，咱嘛该欢迎。原则上是安尼讲，啊总是实际上咧，实际上若有一个规身躯臭毛毛，啊拢无啥洗身躯的，你还袂甲瓦棍，大概。1、2公尺外，你就开始闻到一个臭汗酸味。安尼一个人，咱讲可能是解药，伫咱的中间，坐伫你的边啊。啊是讲，迄个人伊若是一个即个坐袂牢的即个过动的囡仔，或者是即个人，伊是一个伫社会上互人看袂起的人，咱是毋是会通发自内心来接纳即个人？咱会知咱对待一个人。是毋是真心？有时阵无拄拄是透过咱的言语来表达，咱有足侪非语言的信息，透过咱的即个动作，透过咱的眼神，透过咱的态度，有时阵咱会甲咱的心内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比如讲，咱若看到一个青云人来到伫咱教会，啊，咱会安怎做？有的人会安尼加看一眼啊，讲即个人哪会怪怪的走来咱教会安尼，啊，然后咱就离开。有的人较好淡薄啊，可能就会甲伊讲啊，耶稣听你，啊，欢迎你来教会，啊是讲吼，有的人拢会讲一句话啦吼，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所以欢迎一次就好。讲了就煞，讲了就走，然后走了就伫边安尼嘀嘀嘟嘟，迄个人哪会安尼，足奇怪，对人品头论足，窃窃私语。请问伫即款的情形下，迄个人伊有啥物款的感受？其实，逐个人拢介敏感。特别当咱踮伫一个咱无讲介熟的一个团体内面的时阵，会足敏感一寡代志。伊会敏感着讲，即个团体对伊是有优先还是无优先，对伊是有接纳啊无接纳。特别即个人伊若较特殊、较边缘的一个人，伊会对遮个代志特别敏感。请问，若有人第一遍入来伫咱的教会，总是伊无受到教会兄弟姊妹的欢迎甲接纳，伊敢过会想讲我来第二遍，我搁继续来。一般人可能就袂啊。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互别人伫咱的言行举止的顶面来认出咱是耶稣的门徒，嘛系互咱伫逐个所在来实践咱的信仰。那第二，检查咱会问。是安怎咱的信心才容易受毁坏？检查是因为咱的信心的根基无讲介稳固。咱台语有一句话讲：树头要顾好在，都毋惊树尾咧做风台啦。树头若顾好在，就免惊树尾咧做风台。对一个初信的人来讲，伊是属灵的婴仔，是幼婴仔，是足脆弱的。咱知影拄出世的囡仔身躯拢软高高。伊阁无啥物气力，万一你若无抱好，伊可能就会受伤。所以因足需要人安尼真细致去甲照顾，去甲养饲，去甲关心。对一个信主诚久的人来讲，伊属灵的光景无应该是安尼。伊应该爱有迄个大人的款式，应该爱起来主动服侍人，爱照顾别人才对。毋是一日甲毋讲。坐伫遐，倒伫遐摇把叉，讲你来甲我照顾，你来甲我饲，你来甲我安慰，我就煮我淡你来甲我换者。金殿行道会的退任的牧师，即个张茂松牧师，有一遍我伫过去的教会，捌请伊来陪灵。伊安尼咧讲起一项代志，伊讲教会充满真济真容易受伤的人，即个人是属灵的生命无介健康的人，因敢若伫。因只要爱伫即个礼拜刷了后，牧师若无甲伊握着手，无甲伊挨沙子，无甲伊拍着招呼，也是中级无甲伊拍招呼，就着伤啊。可能就因为安尼冷心倒退，去啉着冷心茶，当无爱来教会。所以伊讲伊迄个时阵带对神啊，伊毕业的时阵，伫教会伫服侍，伊的教会充满即款的人。所以为着要应付遮个人，伊讲伊礼拜刷马上爱冲落。即个礼拜堂的门口，伫遐创啥物？伫遐共挨沙子，共打招呼。所以伊讲吼，正手爱牵一个，倒手就搁爱搁压一个，喙搁爱讲一个，目睭搁看一个。迄规个人拢歪伊。伊惊讲无人，伊无共拍着招呼，惊讲迄个人冷心倒退，惊讲迄个人着伤无爱来。总是伊后来伊就搁想，讲。既然伊遮尔要紧，讲我爱含伊握手，是安会家己无爱本身来甲我握手咧？是安一定爱我去主动甲握手才会使？毋知咱桃园教会敢无安尼的人？若有，请咱礼拜刷了后，咱主动去找咱的牧师来甲握手，因为当时牧师毋是三头六臂无法度，逐个人拢甲咱请安握手着。所以，愿主帮助咱，互咱的信心，毋是起坐伫人的顶面，毋是起坐伫牧师，毋是起坐伫中级的顶面，是起坐伫真理的顶面，是起坐伫耶稣基督的顶面，因为伊才是真正的照盘。咱只要将信心起坐伫个顶面，咱的信仰就会稳固，会有正确的根基，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总讲一句，今仔日的讲道有2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咱要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真做是一个伫逆境的中间，还佫会通继续持续信仰的人。咱无要真做是一个伫教会中落单、脱队，也是讲互魔鬼攻击、控告、欺骗、吞噬的人。咱要真做是一个有气力来抵挡魔鬼攻击的人。总是伫即个大生，请咱爱先入来到伫基督的安息。咱要先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全然来掌管。第二项，咱要真做是一个努力起造家己生命的人。咱要尽气力，互家己的生命通真做正人的祝福。咱嘛要互家己的生命通真做下伫主所用的一个器皿。咱要做伙同心起造教会，互教会通真做是一间复兴、健康、充满活力、生命力的教会。所以咱毋通袂记住，天国不断地受扩展，不断的在扩张，不断的要在兴旺当中。所以咱来探到，咱讲圣灵的浪潮来时，咱来乘风破浪。所以求主施恩祝福咱的堂教会，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通知影，伫即个天国的内面，阮真做是天国的子民。阮着爱有即个天国子民所应该有的款式。主求你帮助阮，掠你做阮的标杆，互阮按住你爱阮行的道路，努力来奋进。因为阮知主你要兴起你的国，当阮活伫你的国的内面，阮家己本身着爱受兴起。当阮受兴起了后，我嘛爱去激励，我嘛爱去帮助，互阮身躯边的人。嘛会因为阮来得到帮助，嘛会通得到气力，甲阮做伙同行伫即条天路，直到主你的国完全实现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